一位你而家可能唔係好熟悉，或者甚至完全唔認識嘅師傅，但係佢嘅修為、佢嘅故事、佢嘅背景係好值得被世人所發現。佢個名就係龍坡熟祿屈柯胡道。師傅出生於2457年，至今已經有百幾年嘅歷史，並喺2495年開始製作佢第一面嘅佛牌。師傅更加係多位名師嘅法脈傳人，例如龍婆扎、龍婆勝，佢更加係龍婆門嘅親師兄弟。今日要介紹嘅呢一款食物係師傅喺2553年所加持嘅炒蝦招財大豬。而呢一期嘅食物只有普通帽同埋流行帽兩款。呢一期嘅食物係寓意，無論你遇到點樣嘅困難同埋逆境，你依然可以屹立不倒。再加上大豬頑強嘅生命力，亦都唔會有挨餓嘅時候。而喺大豬嘅底部更加入葬咗師傅收集翻嚟嘅聖粉、聖土同埋豬蹄粉。如果你想認識師傅更多唔同嘅食物同埋唔同嘅故事，請幫我點個讚。我係阿古，我哋下一條片再見。